大家好，又繼續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喺前面就介紹到馬蒙設立咗個智慧宮。其實呢個智慧宮咧，係喺佢嘅太爺曼蘇爾之前就已經開始有圖書館㗎啦。啲圖書館只要初期設立咧，就係將波斯人翻譯咗嘅印度語嘅著作擺留收留喺度。另外咧，又將早期倭瑪亞王朝喺大馬士革嘅書籍收集過嚟。到咗佢老豆嘅哈納德嘅時候，呢個咁樣嘅圖書館亦都開始擴充，開始不斷咁樣去請人翻嚟去翻譯著作、整理一啲著作。到咗馬蒙，佢不但止純粹喺度整理啊，佢因為喺呢個時候已經可以睇到個書已經係有限啦，開始派人去周邊環境去收集，而且都係出重金譬如好似同拜占庭帝國有一段時間就停止爭執，佢就同拜占庭帝國嘅皇帝講：我想揾人嚟過嚟同你交換一啲書籍，同你購買一啲書籍。如果你認為可以留得落嚟嘅，你哋有多一個版本嘅，請你提供方便。已經去拜占庭，即係依家嘅伊斯坦堡，去收集呢啲書籍。同樣亦都揾人去到亞歷山大城去收集。其實圖書館咧，響整個伊拉克嘅地方好早嘅歷史，響底格里斯河嘅上游，亦都係依家伊拉克嘅北部嘅地方嘅一個叫做尼尼微城嗰度發現咗泥板嘅楔形文字書籍。如果冇圖書館，你係好難咁樣保留咁多書籍喺度嘅。呢個係世界最早嘅一個圖書館。其次就係大量嘅天文學嘅書籍嘅保留，就係響亞歷山大圖書館，去到公元嘅1世紀。跟住嚟到呢度，佢設立嘅智慧宮同埋圖書館，完全係傳承咗前邊嘅一個環境。佢不但止設立呢個圖書館，喺圖書館嘅書嘅收藏方面不斷去積聚，仲有吸納世界只要周邊各地嘅人，無論你信乜嘢教，入到嚟圖書館都會有豐厚嘅俸祿俾佢哋靜心坐喺度譯著、翻譯啦、寫著作啦、整理圖書啦，將高價購買翻嚟嘅書籍又由佢哋去翻譯成阿拉伯文啦。一邊翻譯，一邊好多嘅民間嘅商人亦都設立自己嘅圖書館。呢種文化嘅形成，使到阿拉伯響呢個時代走咗向世界文明嘅前列。到咗文藝復興嘅時候，其實就好多嘢響呢度流失。點樣流失呢？就係因為蒙古人、蒙古大軍由東亞一直掃到中亞，一直往西亞，一直掃到去歐洲嘅一部分。響呢度啲人逃啊，
烏亥拉隻劇夾埋啲書，夾埋一啲有價值但係又容易帶嘅嘢，逃到去歐洲，使到呢啲文化文明響歐洲好似有一種突然間嘅步伐。呢種突然間嘅步伐，佢係有因由嘅。逢係歷史發生嘅事，佢都一定有歷史嘅來由，唔會無緣無故咁樣突然間爆發嘅。包括大航海證明地球係圓嘅，其實早期嘅阿拉伯人已經證明到地球係圓嘅，所以佢哋當時響9世紀嘅時候已經測定世界呢個地球嘅周長係4萬公里左右，已經可以計算測量到出嚟，係嘛？到咗我哋所講嘅話，中世紀嘅歐洲嘅天主教仲係認為係咩地心說啊，呢個地球係一個平噶。咁其實響阿拉伯人已經好早已經向世人證明咗地球係圓嘅，周長都計算埋出嚟。你話嗰種文明同埋科技嘅昌盛係到咗係咪一種世界嘅頂尖水平咧？響當時今次略略介紹沉沒阿拉伯文明基石就到呢度，多謝各位。